墨西哥漁夫的故事。有一個美國商界精英去墨西哥海邊度假，他見到一個漁夫劃着一隻小船返岸，船裏面有幾條剛剛釣上來的大魚。商人的建議。商人問他：你花了幾耐時間，多久，釣魚？漁夫說：沒多久，一陣子而已。商人接着問：那你為什麼不待久一點，多釣點魚呢？漁夫回答：這些魚已經夠我和家人吃了，多了也是浪費。商人一聽就急了，職業病發作，開始幫他畫大餅。哎呀，你真是太不會經營了，你應該每天多花幾個小時去釣魚，這樣就可以存錢買一隻更大的船。有了大船，你就可以捕更多的魚，然後請人，建立一支捕魚船隊。最後開罐頭工廠，甚至搞上市。等你成為億萬富翁之後，你就可以退休啦。漁夫問：退休之後做什麼呢？商人一臉嚮往地講：搬去一個小漁村，每天睡到自然醒，釣下魚，陪下家人，夜晚同朋友飲下小酒，彈下吉他。漁夫聽完，摸了摸頭，平靜地說：但我現在過的生活，不就是這種生活嗎？